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7篇，出埃及记33章18节到23节，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是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，而道在原文logos 意思是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语成为了肉身。在福音书当中，耶稣自称为人子，成为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世人能够看见，就如同摩西他看见了焚而不毁的记号，透过焚而不毁，摩西看见了上帝的临在，领受了上帝的呼召，成为了上帝的仆人。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在世上的日子赐下了医治的恩典，他也如同上帝对摩西一样，耶稣基督也呼召人来跟随他，成为他的仆人。出埃及记33章18节到23节，于是摩西说：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上主回答：我要使我所有的光辉在你的面前经过，并宣告我的圣名，我是上主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体恤谁就体恤谁。我不让你看见我的面容，因为看见我的人都不能存活。但在我身边有一个地方，你可以在那里的磐石上，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会把你放在岩洞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。等我过去，然后我会缩回我的手，你会看见我的背，却看不见我的容貌。摩西恳求上帝让他看见他的荣耀，而上帝透过任何的方式，就是要让摩西和世人去感受他的临在，因为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到18节，经文记载，道成为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满着恩典和真理，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。这荣耀正是父亲独子所当得的。约翰为他作证，呼喊说：关于他，我曾经说过，他在我以后来，却比我伟大，因为在我出生以前，他已经存在。从他的丰盛里，我们领受了恩典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上帝借着摩西颁布法律，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没有人见过上帝，只有独子，就是跟父亲最亲密的那一位，把他启示出来。道早就存在了，这是约翰说的。他也预言了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就是让世人因为见到他，就好像见到了上帝。上帝以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，这是他能力的展现，也是他以道成肉身向世人显现的一个方式。诗篇97篇，上主掌权，大地要欣喜，所有的岛屿啊，欢乐吧，密云幽暗的在他的周围，
正义公道是他国度的根基，有火在他前头，焚烧他周围的仇敌。他的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看见便颤动。群山在上主面前，在全地的之主的面前，就像蜡一样融化了。诸天宣扬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一切拜偶像的人都要受辱，夸耀邪神的人都要蒙羞，万神都要俯伏在上主的面前。上主啊，因为你有公正的审判，喜安的人民欣喜，犹大的诚意欢乐。上主啊，你统治普天下，你凌驾万神之上。上主爱那些憎恨邪恶的人，上主保护他忠贞子民的生命，拯救他们脱离邪恶人的手，光照耀义人，喜乐充满心地正直的人。义人啊，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，你们要颂赞他的圣名。感谢上帝奇妙的作为，透过许多的方式来彰显你的能力，显现你的临在。感谢主呼召我们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，成为传福音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